然后看到后面的时候，有哇，好了，欺骗了，欺骗他。而且是一下子转得很快的，我想的这个高度，上去到国中不一样的。王老师加油！小妹的那些。自从高秋安老师教我，终于有成就感了。好了，咋了？4年级都比我高了。欺骗人。你看没有关系，就说了，手裂开就不行嘞，换一下。差不多宽度就好了吧？不一定是完全一样大小，有马美英，有马就不一样的哈。同样姓马，同样姓马，台湾有没有第3批还没有听过的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
什么那么快啊？是哦，你太快了吧？我们很紧张哎。你做太快，我们后面的就很紧张。对，我们有睡在一起哦。对呀，长老花。这样嘛，哦，这个没有关系吗？等一下再做调整。然后这样嘛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对吗？对。哦，对，正确嘛，哦，我还一直在想，哎，到底对不对？这样。哦，老师有没有口诀啊？口诀啊，一上一下。上下，一上一下就对了。哦好了，我好了，口现在诀一上一下。这样了，对不对 Yes， 好厉害。哎呀，不得了！我昨天有做梦啦，然后呢？我有去花，我有回音兰啊，有梦占对不对？老师这样对不对？对，挑两个起来。那如果是那个小孩子啊，他怎么用？小孩子。对啊。小孩子可以用啊。对。小孩子他们很喜欢编这个。这个很简单。这个对不对？哈。就你不要故意弄坏。没有啊，真的。妹妹，你这样对吗？哈，老师我这样挑的对哈。好了。你还做梦？你梦到哪里了啦？秀兰，你也帮我看一下。其实我们小时候有做这个，就是后面的我们都忘记了。我以为是秀兰。什么呢？我讲阿弥陀佛跟你哦。我昨天跟你们阿美族的聊天呢，我喝到早上了，跟你讲。你为什么没有叫我？到早上的。那就喝到早上。对呀。你没有，你要顺便把它排对，队。你要顺便让它密合，啊，就这样。老师，这个只能做这一类商品吗？它还能做什么？它什么都可以做。杯垫啊，杯垫。还有那个晒稻子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它还可以还有草席，我们做过草席。对呀。草席这会不会太薄啦？不会，它做双层，它睡起来。还有可以做双层的。对，它睡起来很舒服。要上来。好，继续。加油，精神上支持你，快。 2、3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 ，OK 了啦，我会了啦，讲。
知道，如果是我们，比如说我们就40分钟呢，老师，你会建议我们做什么？40分？ 40分钟哦，做小的那个手机袋，可以。手机袋会要有成品啊。当然要成品啦。1、2这样，然后，老师我全部放了呢。4、6、7， 2、4、6、7。OK 嘛 OK， 好，这样正确吗？正确。好，那现在你看，我是手尾把边的放在中间，然后两边等长，你就可以这样目测。这也是我的嘞。等一下那个留着，好。这先放这边，快来看哦。这个叫腹部。老师第3阶段吗？下一个步骤哦，要来看的到前面。现在是做下一个步骤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如果说你的平面的编织编完了，7乘7都编好了以后，我们接下来下个步骤是要把它做记号，立体上来了好，我们可以后面的可以来看。绑起来，你可以2条绳子给我们。还有没有位置2条而已啦。那你喜欢什么，老师？很麻烦嘞，要让老师去教。老师专业啊，要用红线的就才会修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它编的是这个样子，平面编织编完了以后，2条绳子做记号，把它绑起来。这个叶头你一定要喷一点水，它才会软，软了以后它比较不会断，就喷一点水。那它现在就这个还没有把它排好，这个两边都要等长，两边等长，不管你长短，那你就是两边等长，然后像这个就这样，把长度调整好。好，这个再把它密合好，尽量密合好，然后我们在对角的地方，做一个固定的记号，好，做一个固定的，不让你刚刚所编的跑掉，好，就先把它。可以用夹子夹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我们要做它的角度的记号，这个角度的记号，好，我们现在是做2个底，所以呢，2个底我们必须这样挑2个，好，左右各挑2个，把它套起来，好，到对角也是一样，2个，好，做它的角度的记号。这个就不用这不用，就是固定不让它跑而已。好，就这样。这个绳子一定要喷水，要不然你一直绑一直断哦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第3步骤是这样。好，那你的袋子就是这样。有概念了哦。很简单哈。好。对了，好了，先这样。好，先绑好，然后这边对第4个步骤怎么样立体上来？不要一下子加那么多。对。老师先画这边我们等下再继续